正如你幾年前教過我營養密度，如果我飲罐汽水入邊全部都係糖，仲有好多鹽，但係冇嘅營養。如果我食嘅西蘭花呢，卡路里好少，但係營養就好豐富，啱唔啱？所以好明顯，我哋嘅產品就更加接近西蘭花，營養豐富，卡路里低。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營養密度有幾重要？對於營養嚟講，營養密度代表咩意思？其實營養密度係一個好廣泛接受嘅概念，仲係一個可以用數學計算出嚟嘅嘢。你會將佢好嘅，例如蛋白質、某啲維他命同嘅物質加埋，然後減去佢唔睇好嘅，例如脂肪、鹽同糖。咁你最後咧就會得出一個分數，然後咧呢個分數咧就可以用啲比較唔同種類嘅食物。你會發現咧 Herbalife 康寶萊嘅產品咧，好似 Formula One 咧，其實營養密度都好高。你頭先提過嘅生果同蔬菜咧，營養密度都係非常高嘅。咁所以如果你食 Herbalife 嘅高營養密度嘅食物，你就可以開始建立你嘅飲食習慣，喺一日之內達到身體所需嘅營養目標。所以我哋有你身體每日所需嘅營養。